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早起全台湾失电造成民众正大困扰，这已经是蔡政府任内第5届失电，总统府也出面来甲社会大众回示咧。这高雄唔但停电，而且阁是无水通好用，高雄这运是到下晡才恢复正常，也若轻便铁路的部分是后来又搁再暂停运作啊。罗西亚破开连甲这南部一个港口赫尔松拍落来，而且是因头一个占领城市，上无有80万人离开乌起来去稻城。讲到今日早起9点过的时阵，咱台湾各地头拢传出熊失电的消息，而且是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拢有。台电表示讲，这是高雄的兴德电厂伊的设备出现故障，零件变电所的机组跳掉，致使南部地区拢失电，连带影响到规个台湾的电力系统。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早起也针对到这个事件向社会大众回示咧。不过台电是搁再表示讲，因为太阳能发电的供应量降低，下班等到处理这段时间，拄好是暗时用电量上介上的时阵，也宣布云林以南的地区，伫暗时也会分区限电。列车发电机组一直抢白烟，我头一个看工厂顶悬马拢交白烟。高雄兴达电厂车3早起9点外发生故障，伫机组跳电了后，烧气增加伤济，才出现这个景象。不过这个事故也致使南部地区电力供需失衡，才引起全台湾大停电。兴达电厂的开关站发生了事故那发生的事故呢，就整个影响到这个龙崎变电所的一个运作。那因为龙崎这个是这个对南部的整个电厂有关系，所以就造成了南部的电厂停电。经济部长王美花紧急召开记者会，讲事故发生的原因源头就是兴达电厂的开关场事故，互两家超高压变电所的南机组跳团，南部地区停电，全台湾电力熊受到这个影响。中北部地区是因为低频下载影响，有部分地区停电。规个事故致使全台湾熊失去1050万千瓦的电力，拢总549万瓦户停电。部长王美花赶紧出来回示咧。这样的大停电呢，我们特别感到抱歉，跟大家致意那造成特别是南部非常的不方便特别感到深深的歉意。这个事件影响全台湾有549万户停电，台电紧急修复，中昼差不多400万户复电，到下晡3点已经超过8成复电。在这个同时，全台湾各县市陆续也传出调离电梯的意外，拢总超过270件，已经全部救出来。经济部也回回，这个事故是系统问题，甲备转应量无关系。跳电进程的备转应量有达到24%。目前水力机组已经启动发电，南部各电厂巡检完了后，会陆续启动并联，后续会依照机组的状况陆续供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早起熊失电，唔但有民众掉伫咧电梯内面，甚至外口的车路无车红灯，这交通是拍结。也若讲到高雄坐运的时阵，是一直到下晡4点半左右，才会当继续来驶。也高雄的轻便铁路本地是有伫咧走，却因为下晡送电无稳定，搁再宣布暂停营运。这个停电也互高滨溪的水坝是无法度甲水拍起来，致使水厂无水，连带影响到高雄地区的民众也是无水通好用。另外，屏东也是出现一个送电设备出问题，有一寡所在也是无水通好用的情形。虽然讲这个南部地区中昼过后有开始送电却因为下晡也是这用电用正凶的时阵，却是熊搁再失电。救护人员黑暗中被楼梯搭层拍开电梯门，要确认电梯位置，因为有一名有新8个月的婚人，甲红赛封掉伫台南这间上路的电梯内已经1点钟啊。现在念出来。谁不舒服，我们过来这边，我们拜凉。互救出来民众也阁真惊吓，车3早起全台大停电，南部变成重灾区，台南、屏东等地拢传出民众掉伫电梯内的事故。家己也有停车场因为停电，车辆也想袂起哩，车主只好赶紧通知业者来处理。我第一摆停着咧。路口后续也停止，高雄几个路口交通大拍结，真危险。高雄轻铁列车就就地停伫路上，因为供电无稳，原本一度恢复行驶，下昼阁再度受影响停驶。早起车站甲挂台拢空空的高雄坐运，到下昼4点半才恢复通车，坐车民众只会当改设启停车，也毋过困扰的毋那民众。若停久冰箱的物件都歹了啦。
无电也无水啊，唔知变啊。铁门还未开，就拄着停电，头家坐伫门口真无奈。受停电影响，真侪餐厅的厨房、用餐区拢乌酥酥，都惊实在歹去，店家根本都唔敢开冰箱。这波停电，互淡薄为民生交通一路到制造业，拢变成受灾户。今仔日自己无做啊啦，你拜六个变出来，后日咧船又搁坐袂到啊。当咧赶火期的螺丝工厂拄着停电，损失至少几十万起跳。更一大厂中钢也有几啊条生产线受到影响，一直到下昼才渐渐恢复供电。损失犹太调查评估，停电也影响台南甲高雄部分供水。高雄有10个区域，预计停水要到反正12点。拄开业的台南3站商场也因为停水停电暂停营业。4.07停的哈。屏东、高雄甲嘉义市部分中昼已经恢复供电的区域，下昼阁因为台电供电无稳，陆续传出停电跳电。台电表示，恢复运转的发电机组起来也需要一寡时间，可是着日头渐渐落山，太阳供电出来渐渐的减少，需要相对减少部分规线的用电负载，所以造成部分用户停电，范围包括嘉义以南地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全台沿拢伫咧失电，亲像台北桃园地区超过156万户停电，其中新北市占上侪超过89万户。这失电连带着影响到病院，医护人员也烦恼讲，用来冰一表冰箱若准时无电，敢若会当冻点半钟尔尔，就是惊讲即挂一表无冰会歹去。桃园南崁向阳停电，消防人员要救掉伫电梯内底的乘客。大园区公所伫停电了后，立刻围起来，大告示禁止坐。还有公司开会开到一半跳电，全场乌麻麻。接下来的环节，我们就交给我们的主持人。新北市也出现真侪件掉伫电梯内底意外，停电也造成车路的车顶未倒，影响交通。透早准备开门做生意的店头，无想到向阳停电，上届烦恼冰箱内底实在歹去。尤其怕冷冻库的东西，对不对？对，你看，这样没有动了。台北市内湖一间诊所因为向阳停电，疫苗冰箱敢来当冻点半钟，若做无即时供电，疫苗就会歹去。我们那时候是设定11点，如果电没来，那我们就要把这些疫苗都送回去。结果10点50几分，疫苗就来了。初三早起9点外，全台湾大停电，造成双北、桃园拢总超过156万户停电，其中新北上侪超过89万户，台北48万外户，桃园是19外万户。双北甲桃园三首长共同向中央讲，希望会当维持供电稳定。这已经是蔡总统任内第4次大停电嘛，所以紧急该做，地方政府会做的，但是长期很清楚嘛，这缺电是个问题。政府要有责任提供完整的电力发展路径，让我们的电力不但不缺电，还要稳定的供电。台电公司在这个电网的韧性必须要提高。那我想，一次的这个电厂的这个外部线路的跳电造成全台大停电，这个地方确实有需要去了解到底原因是在哪里。双北通大停电，好在伫中昼12点前全部复电。双北通差不多130人已经掉伫电梯的意外，好在顺利救出，无人伤亡。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向阳失电，定着对咱的生活受到真大影响。伫南投有人因为失电无车红灯，就发生车祸；也有菜市的大头啊无电通好用，就跋倒做生理。甚至是中华有大学学生是掉伫电梯内面。虽然中部地区真侪所在拢已经恢复正常啊，不过婚林伫下晡4点过的时阵，因为负载因素，搁再停电一届。初三早起，全台大停电造成真侪所在交通大拍架，亲像南投成功路这路口，就因为太阳灯罢工，结果有2台车拢做火，驾驶落车就去冤家。无太阳灯啊，监视器可以看到谁开得比较快嘛，谁对谁错嘛。无论是导商也是店面，拢是乌麻麻。台中大雅第一零售市场早起要做生意，煞向拄着停电，人气走了了，打官司真无奈。啊，就跳啊，来我倒，嘛无法倒啊。这个跳电就大家拢损失啦。这种死的。哦，遐翻白话，拢要死的。这拢爱上迄个。电道拍，你挡会久就对啊。伫婚姻西地菜市冷冻场因为停电，赶紧派人力用人工分装菜市维持供应量。现在目前都没有电可以供应，所有的一个机器设备都已经停摆。
那这边的话可能不知道何时会复电。停电也互电梯未叮当，中华民道大厦早起9点35分有1年级学生掉伫电梯，学校赶紧找专业维修人员，1点钟后将人顺利救出来。好，出来了，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好，辛苦你了。病院停电也是大问题，为民众家己搬轮椅落楼，有的是坐伫乌马买校诊区等待。苗栗这间病院拄到停电，电脑未当开，民众也真无奈。那个有的那个叫他们下午才来啊，你现在没有电啊，你医生也不能打电脑，什么都不能啊。根据台电中部国营业处统计，总共有台中4万户、彰化11万户、云林10万户、苗栗8万户、南投7万户受影响。虽然中部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供电，不过台电表示，下晡4点云林县斗六市等12乡镇因为系统负载因素，停电组别当中以 F 组部分溃线，各展开停电措施。到初三下晡5点半为止，云林县155万4000多户停电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失电这台铁高铁也传出灾情，台铁统计讲受到台电跳电的影响，伫新野车头到金轮车头之间是拢是无电的，影响到36座，大约有4000多名的旅客。台铁也随启动应变小组，甲新营到枋寮之间的旅客用车来甲因接送。全台湾的铁轨路伫11点半左右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讲到高铁的部分，也有3班车受到影响，目前也拢已经是正常啊。广播传来全台湾大停电，初三早起9点半，台南火车站的列车无法度行驶，旅客敢若会当坐伫位的看手机啊，较袂无聊。时刻表显示开车时间也毋知，一寡人客伫咧车站问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行驶，有民众往回台南甲高雄上班，行程规个拍乱。我11点上班，应该是来不及啦，但就是看公司的公司回应。那个接驳公车，那目前的话是行驶台南、新竹、高雄，然后我们高雄到屏东，还有另外的高雄那边会办接驳公车。那是一个纪公号受到停电的影响，卡伫9启动到屏东中央，已经用柴油自强号连挂拖到屏东车站。代替是讲，受到台电跳电的影响，新营到金轮站中的电车线拢无电，拢总影响36列4185个旅客。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也启动新营往回枋寮站的公路接驳机制。比如说，他本来是台北开到高雄的，那到了新营以后，他就下不去，如果他的时间刚好是在这个现在目前没有电这个区间，他就没有办法往下开，他就会开到，比如说开到新营，他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列车我们可能会整理，以后变成北上的列车，比如说自强号，它就代替原来从高雄开出来的车往北开。好在早起11点30分开始，新营甲金轮全部拢有电，区间列车也顺利行驶。高铁的部分，原来受到停电影响，早起有3班营运列车捌停开，班次原来慢10分。叫车来的时候，他就说红绿灯都坏掉了，所以我叫的 Uber 也就等好久才到。对。像你看到说，高铁这边也说有部分停驶或者是暂缓的这个状况，你会觉得说，被影响到了？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他们。我刚到而已，反正如果真的停掉也没办法。对这件代志，高铁是回应停电的影响是为中央到台中，目前拢有电，营运也拢正常。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战火无情，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到达已经是第8天了。乌克兰南部正重要的港口赫尔松已经去互罗西亚的军队拍落来，是头一个去互军队控制城市。美国也警告讲，罗西亚改变因的策略，开始攻击一般的民众。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也骂乌克兰军队敢要出去，国际刑事法庭也开始针对罗西亚的战争罪进行调查。初三半暝过了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响起空袭警报。基辅随即发生至少3摆爆炸，都连收容大约1.5万避难民众的基辅中央车站附近也遭到空袭。地铁站内目前安置大批妇女甲囡仔，已经唔敢出外烦恼安贵的民众，因拢希望战争早日结束。Thank you that so many countries can hear us and support us. I hope all this violence and cruelness ends soon.
俄军入侵第8天，南部外乌海的重要港市有30万居民的赫尔松，市场证实已经沦陷。俄军战车也进入市区，这也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第一个取得控制权的城市。因为赫尔松战略位置重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年更加亲自视察当地军事设施。赫尔松南边外乌海，北边控制纳贝河，掌控乌克兰的海军。我见各个乌海舰队基地，都是俄军这摆头一个大下的城市，也可能安尼提振俄军士气。根据美国上新证据显示，因为头一波对乌克兰的攻击做无抵抗，加上俄军电料甲粮食补给出问题，所以俄国总统普廷已经授权转换战略，采用更加侪重型武器锁定边界，改拍消耗战。几乎北边的伊尔平当地主题区都遭到俄军的空袭，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也是俄军重点攻击目标。边界自好好，拢互炸甲如苍苍，上百人死伤，大批民众排队领粮食。Ну а что говорит? Ночью бомбежка была. 不过，俄国国防部初二头一摆证实，过去一礼拜有约500名俄军阵亡，1500多人受伤。泽连斯基初二暗讲，过去一礼拜乌克兰已经将被9000名俄軍，更加呼籲俄軍趕緊駛出去烏克蘭。Що вони бачили у житті? Окрім цього, окрім вторгнення, все більше окупантів втікають назад у Росію від нас, від вас. 对俄军士兵攻电伫大街卡扫，乌克兰南部城市梅里托波尔的居民对着俄军大声喊死回去，也有示威民众想要阻挡俄军战车前进。俄国公然入侵乌克兰造成大量伤亡，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第39个成员国联合提案，初二已经正式对俄国伫乌克兰境内可能犯下战争罪展开调查。公司新闻警员强评语。罗西亚入侵乌克兰，造成乌克兰内面的民众是死者死，逃者逃，真侪人拢赶紧离开，走去西欧。目前可能有80万人离开乌克兰，不过也是有爱国民众决定要回来守护家己的国家。乌克兰中南部都市第聂伯罗，西线列车月台，逐工拢是人真侪情形，真无简单客上车，安排河边的囡仔，啊，毋过为这份人因面顶悬的表情，因感受到互战火逼甲离乡背景是什款的心情。Потому что я разрываюсь, я должна увезти ребенка в безопасное мест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ловина души остается с теми, кто остался в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е. 乌克兰18到60岁查甫人禁止离境，爱留伫国内应战。去波兰边界公路，拢常常因看到家庭骨折分离的悲惨。一名芬兰记者伫通往波兰的路程，和一对特别乌克兰母囝坐顺风车。查甫囡仔干着目屎，讲爸爸为什么无来的话，互人听甲真心酸。А папу оставили в Киеве. И папа будет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то, будет помогать нашим героям, нашим войскам будет помогать, может даже будет воевать. 联合国的资料指出，目前已经超过80万人脱离乌克兰，主要集中伫附近的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甲摩尔多瓦，其中各以波兰接受难民人数上济，已经超过45万3000人入境。逐工各5万人的数量继续增加当中。波兰阁准备医疗列车来载送受伤的乌克兰人，各1230间病院用接受进行治疗。波兰边界都市科尔佐瓦，初期都出现捷克的救护车，来将捷克利沃夫脱离出来当病囡仔，再去捷克做治疗。住伫个波兰的安妮塔米勒坐一大连，驶1000多公里的路，初二赶到斯洛伐克，将伊乌克兰朋友接回去。Mamy przygotowane mieszkanie dla Mirki i dzieci, czekają tam nasi współpracownicy. 啊，不过有人选择回国尽一份心力。波兰东南普热梅希尔市的火车月台，初暗时有一群乌克兰人坐要登去利沃夫的列车。Бо на Україні сім'я, діти, війна. Треба додому їхати. Ви не боїтесь? Ні. Все буде по-нашому, все буде добре. 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
前线直接看来看咱国内疫情是变安怎？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6个带病入境5个本土病例，指挥中心表示讲，这5例有内面有4例是甲桃园美德幼稚园是有牵连的，另外1个是宗教群组感染案所传出来个案，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对阴性转做阳性的。目前咱国内也是有6条传播链需要找找感染源。另外，进前台中染病验准书经过检验，确定伊是第一条独立的传播链。国内新冠疫情有较长好，暗过也是有确诊个案。指挥中心宣布，初三新增加66例境外移入，5例本土个案。这5例本土当中有4例是桃园美迪幼稚园相关个案，其中案20752是进前观音国小妇幼确诊个案，案20619的阿姊无症头，暗过验出 CT 值不加悬，达到31，N 抗体也是阳性。另外3个人是进前确诊学生囡仔，案20580的妈妈，案20751加大中华2个表兄，案20753、20754。另外，还有1个本土是甲台北市宗教传播链相关，捌参加春酒确诊个案，案19951的爸爸，案20755。这5例拢是居家隔离阴转阳。总共有5例都是在我们的疫调框列之中的人，20752、20619、20622，3位抗体都是阳性，而且 CT 值高的这样的数目。我们当然这2条线，都要把它当作可能的源头。目前国内也维持6条感染源不明、犹太潜在传播链。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基因定数，既然家庭甲上百火锅店有增加一寡新定数，拢甲同机场同款的数列。美迪幼稚园有一寡案例，拢甲同机场延伸的西利餐厅同款，研判是同一条传播链感染的。台中港验准书数列也公布，是属有 BA.1，甲其他所有本土传播链的数列无同，是国内第12条 Omicron 传播链数列，属有单一个案。目前来讲，它是单一的个案，它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外扩还是要持续监测到3月10号。到底国内疫情转好的同时，后礼拜1要放零边境管制，外界关心台湾什么时阵会当大解封？对这代志，陈时中是以香港做例，强调爱看疫情甲管制措施来决定，因为先过头着急，台湾也是有可能会大反抗。香港一向都控制很好但是现在几乎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大爆发那台湾本来是管制跟他们都差不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警戒好，或者有任何的疏忽，这样的一个大爆发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旅游业者提出357放零观光防疫建议，但是中是讲这也是爱看国内外疫情才有法度决定。哪做拢会当控制疫情，当然也无排除任何可能。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颁发特奖大寿景星勋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不过，在这段时间却是当着国内失电，总统府也取消网络直播。总统蔡英文表示，蓬佩奥在台湾正受到正人欢迎，若准有机会就爱较接来访问的。蓬佩奥除了怀念台湾的王来官以外，也讲到美国会挺台湾的立場，而且會做回來對抗中國威脅。Good morning. It's so wonderful to see you. Yes, after seeing you, I'll see you all the time.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初三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而且颁授特种大寿景星勋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不过拄好拄到全台大停電，前總統府強調無問題，不過取消網絡直播會面。好佳在過程一切順利，蓬佩奧佫透露期待接到王來官。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stand with you in that very effort. Bless you. Thank you for this incredible privilege today. It is such a joy to be here. I'm going to enjoy the dried pineapple very much. And I know that I'm going to enjoy even more than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Taiwanese people. 尤其蓬佩奥前国务卿在台湾的人气很高，来访的消息一出来，立刻引起许多的关注和讨论。希望未来您常常来访，我们一起继续为深化台美关系来努力。蓬佩奥才讲到王来官，下晡行政长苏贞昌就准备好交代，佮当面肯定蓬佩奥连续做法，互人感觉美国无受制中国，台湾民间对伊拢有感情，甚至挂看板欢迎。希望台美之间友谊更加坚定，互恶厝边唔敢轻举妄动。台美之间能够更坚定友谊，让想对台湾有不良企图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take seriously, and we know we must confront in a way the people of Taiwan can live in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they tell you each and every day they want to do.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 you. 蓬佩奥除了表达美国力挺台湾，面对乌克兰情势，也讲到全世界看个真清楚，台湾也加入制裁俄罗斯，佮分享资源和乌克兰人非常努力，想要强化台美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台海的消息。昨有3只中国军舰出现伫兰屿的东南方，今仔早起也有出现一只伫咧这个兰屿的东南方的所在。这一礼拜来天讲就是来3届啊。国防部表示讲，这全程拢有在掌握。有学者认为讲，中国除了要用行动来甲台湾通知以外，也是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来了解台湾的东南海峡以及着空域。俄俄冲突炭烧牵动两岸局势，共军继续伫台海有军事行动。3只强南方亚述初日暗出现伫南苏东南方50里海面，初3早起离南苏东南方80里海面间发展伫巴蜀海峡。特别注意的是，这是中共军舰一礼拜来3摆出现南苏外海。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严密监控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并且适当的应处。目前的状况正常。强南出现南国东南海峡，外界解读甲美国代表团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连续来台有密切关联。中共用一贯手法借着机南扰台反制台美交流，也毋过学者也示警，即摆政治意涵包括军事演练检破共军伫西南空域战场经营已经真熟练，即马将势力范围想要延伸到台湾东南海空域，共军将咱目标指向美国本岛。他很可能就会把台湾就是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还有东南部的这个水域，都纳入它反潜力行的常态巡逻区。用意第一个当然是阻绝降低美国潜舰进入南海的这个几率。那第二个是确保它的潜舰出太平洋的一个很重要的水下走廊。国军除了应对共军舰舰威胁，乌克兰拍拼抵抗俄罗斯入侵，透过实战验证，无对天作战发挥效用。学者指出，这代表国军最近建军方向行着路，国军也有大量拖式飞弹，参标枪飞弹对抗。甲乌克兰无同的是，国军有台海天然屏障，佮透过各式飞弹组织共军为海上进攻。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初日伫联邦总议院表示，虽然目前罗西亚和乌克兰还佫伫咧相战，不过联准会也打算讲，伫这个月要有关这基准利率，希望会当减少这通货膨胀。另外，各国制裁罗西亚也造成石油一升起到这7年来上介悬的价数，甚至有天然气的供线公司也话讲因特别破产。面对一直升悬的通膨，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初日伫联邦众议院证实，这个月将升息1码。I do think it will be appropriate to raise our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t the March meeting in a couple of weeks, and I'm inclined to propose and support a 25 basis point rate hike. 鲍尔认为，伫高通膨甲极度紧张的劳力市场因素，升利息是需要的手段，而且无排除伫未来某一个阶段会起较悬。And to the extent inflation comes in higher or is more persistently high than that, then we would be prepared to move more aggressively by raising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more than 25 basis points at a meeting or meetings. 那当前俄乌战争甲经济制裁对于美国经济产生高度无确定性，联准会已经进行分析无同的情况，也毋过犹原有真大的无确定性。The near-term effects on the U.S. economy of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ongoing war, with sanctions, and of events yet to come, remain highly uncertain. Making appropriate monetary policy in this environment requi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economy evolves in unexpected ways. We will need to be nimble in responding to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也过受到严厉经济制裁，俄罗斯引起混乱甲惊吓，国际油价起到7年来新高。布鲁特原油初日突破1桶112块美金，就显出对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供应中断的烦恼。同款受到制裁，刷中东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位伫瑞士的北溪二号公司传出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搁辞掉100多名员工。也毋过北溪二号营运商初日发声明表示，不得已辞掉100多名员工，也毋过并无正式破产的传闻。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
今仔日全台湾失电，行政院甲总统府拢出面来回释咧。行政院表示会赶紧调查事故原因，若准是因为人的关系，一定会追究。今仔日兴达电厂出问题，是蔡政府任内第5届失电啊。国民党团就要求讲，经济部长也阁有台电董事长拢爱落台负责。民进党团也要求讲，相关单位伫后礼拜时阵要到立法院做说明。造成国人同胞的生活上的不便困扰，表示最大的歉意。行政院对初3早起全台湾大停电出来回释咧，表示也要求赶紧调查事故原因，内政府认为疏失一定会追究。总统府也对造成民众不方便感觉真歹势，不过这已经是蔡政府任内第5届停电事故。2017因为大潭电厂管线操作无适当，造成8日7大停电。因为拄啊好是通勤接龙时间，造成严重的交通问题。迄个时阵担任经济部长李世光也因为安尼落台。在2021年513兴达电厂电网事故影响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立刻出来回释咧。下午高雄兴达电厂因为电网事故造成部分的机组停机，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有停电的状况。我要在此向国人表达歉意。513大停电，全台湾400万用户受到影响。咱无几天517阁出现分区限电的情形，大家拢要检讨电力。结果2021年底，万隆变电所设备故障导火，又阁停电。立法院国民党团就批评2021年几多遍跳电，已经大大影响到台湾国际形象。即马阁发生，要求经济部长王美花、台电董事长落台负责。王美花部长到现在安然无恙，所以今天的全台大停电，我们要求部长下台，台电董事长下台。民进党党团对于经济部门、对电力能源部门，也会提出最高规格的要求。那接下来下礼拜，立法院委员会也要开议，我相信台电就必须要清楚的说明。那在野党批评，民进党也要求相关单位后礼拜提出报告说明，朝野拢要求经济部台电改善，袂使有这种的情形产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失电的问题，自从去年5月13到今仔日，无够1年时间，高雄兴达电厂已经出错3届啊，影响到全台湾的用电。这兴达电厂即届出问题，投入200人去抢修。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要求讲，这台电出问题一定就要检讨。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去年到今年这款失电的状况，拢是因为电无够，或者是其他设备设计的问题。因为讲这自头至尾拢爱顺过，才当真正解决问题。公司伫兴达电厂附近透早来上班的人，煞伫早起9点外听到一声真大声，像轰安尼尔呢？轰一声，真大声哦！几点的时阵？到9点外遐了吧。上班的工地也停电，不过唔敢确定是不是甲兴达电厂有关系。不过台电证实，全台停电甲兴达电厂有关系。兴达发电厂开关厂有一个设备故障，那这个设备故障呢，也造成那个龙崎超压变电所那边有一些问题，所以整个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就出现了问题。电厂回应初步了解是电厂一开关设备故障，影响引擎超过压变电，河南机组跳开，系统也自动撤离保护，南部地区才会停电。是我们电网都是全部都在一起的，对。那确定不是在我们龙崎变电所啊？哦，这样子哦，要不然怎么会传出？我们是引发的啦。去年513大停电影响400万户，517停电也造成60万户无电通用。不过过无到1年，兴达电厂阁出状况，也好高雄市长陈其迈严肃要求台电爱检讨。台电公司也应该要来做检讨哦。那针对电源的一个稳定供应哦，尤其在整个电网的一些规划，那也必须再做检讨。不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认为，这摆情形甲去年停电相同，拢是设备故障了后启动的预防措施才跳电。建议政府重新检视电网问题，也有电厂可能设备老旧的问题。到底在电网设备或者在兴达电厂的这个系统上，到底出了些什么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它还凸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的电网有一个这样的弱点，
那这个弱点就是我们电网的韧性不足，所以它会牵扯到整体电力系统的稳定。这摆停电也传出台电内部挂漏报告，指出原显示厂内 SF6绝缘体无回电完成，就操作过开关造成小拍电。不过电厂无证实，核三厂有2部机组因为保护机制跳开，不过原因回讲是挂电因素。当依照定数安全停机无核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部是一摆失电上界严重的所在，其中高雄就要到200万户停电，发生53件民众掉伫电梯内面的事件，有真侪车路顶头的车行顶是被倒，餐厅跋倒做生理，而且高雄屏东的停水是搁再停电，一直到中昼过后，这款情形才渐渐解决。里面几个人？救援人员来到高雄建国路这间病院，因为大停电的时，电梯拄好卡条，有人受困。谢谢。还好吗？还好啊。会吵吗？不会。同时间，全高雄有53件电梯受困的案件，车路、车行顶全部拢袂光，加在有警察出动指挥，若无就交通大乱。初3 9点外，雄全台大停电，屏东有真侪店面连铁门拢无法度拍开，规条街仔路的店，包括邮局拢暗民望。我们要等电回来才能够办业务。对，所以现在都不能办。对。好。因为我们好像这一排全部都停。无电也无水啊，唔知变啊。你嘛无到你边做。系啊，连我内面的物件都惊会歹咧。因为无电，高屏溪嘛无法度抽水，造成高雄、屏东100多万户早起就停水。现在水塔里面还有一些啦，是可以用到没水就休息啦。南部是这摆大停电上严重的所在，高雄有189万户。台南30万户，屏东62万户受影响，中昼了后陆续恢复。高雄嘛也有100多万户，搁咧等电来。记者邓家文、罗伟做综合报道。那讲到雄失电这款情形，卡伫电梯内面是要安怎处理呢？新北市消防局就要来提醒民众，讲有3项代志爱做。第一就是赶紧试这电梯内面的通知警报；第二就是敲电话给消防队敲119，而且还要拍这电梯门化休等人来救。上界重要就是讲，家己袂当硬甲这电梯门撬开，是因为真有可能你就会摔出去啊。目前他们是2楼的受惠，没有人这样。接到新北市中和有人掉伫电梯，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行去1楼电开救援，总算拍开电梯门，顺利将人救出来。里面的人跟你回应了吗？刚刚只有听到敲门声了。继续甲受困民众沟通，拖车也接到民众掉伫电梯，有人被救出来了后，赶紧向消防队员说道谢。全台大停电，真侪县市初3拢报案有超过100件，甲掉伫电梯有关系。不过民众伫电梯若是卡伫内底，第一时间要如何处理？应该会想办法按紧急铃吧，或者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收讯可以求救之类的。我会按紧急钮啊，就是紧急逃生的那个。在电梯里面乱弄的话会不太安全，可能会掉下去。电梯的状况真侪，也可能亲像安尼，卡伫楼层之间，民众若是无注意，下层还未到位，无细致落入去就有危险。消防局就表示，其实电梯毋是密闭空间，拢有空气，民众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是990通知电梯公司甲管理单位，同时搁敲行动电话向消防队求救。2种拢无回应，爱拍电梯门发出声音呼救，等待救援。切记不要轻易打开电梯内门的部分，因为避免说你这从电梯内门做衰弱的部分，那这个问题会产生更大。紧急通话按钮以外，连到管理室以外，另外你还可以加装一个紧急直拨电话。这个紧急直拨电话就会直接连通到我们的，比如说维护厂商的中控室。不管是消防队也是电梯业者，拢呼吁唔通凊彩撬开电梯门，家己脱困，因为安尼行为只会增加危险。消防队也强调，会透过电梯万用锁匙，或者是找找紧急开关，赶紧为外口协助。民众爱把握自救3关键，等待救援，才是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民众生囝，行政院对8月开始推动俗价教保、摇囝津贴加倍，还有学费降价政策，希望会当减少家庭的负担。即摆若阵幼稚园这囡仔受了伤过济，甚至是有虐待囡仔行为，也要受法来严格管理，希望会当互囡仔有一个好的环境。
用母语广告词，囡仔拢听甲津津有味。公园内底参加共学的家长，带囡仔学母语，听到政府为鼓励生产，增加用力津贴的补助，家长感觉也是无够。对家长的入场当然是愈侪愈好嘛，但是这就是要规个去考虑。面对少子化问题，行政七三宣布8月开始增加就学补助加育儿津贴。公共化托婴中心、托育加园长0岁到2岁部分，每个月补助各增加1500，补助到5500。2岁到6岁读公共化加准公共幼儿园，家长每个月各减500块，每个月上限无超过3000块。到2岁的部分，就准公共部分，每月会补助8500元。育有留职停薪的一个津贴，从6成提高到8成的部分，那大幅成长的大概30.6%哈。那么放宽我们这个弹性的申请的部分哈，那也是大幅的提升。政府强调，为优先生育，亲像有薪水的产检假、陪产检、加陪产假，拢提悬到7天，各绑定30人以下公司协商适用单性工时，个人和父母同时申请育婴留停、清零津贴拢有成效。为营造优质的幼保环境，透过修法有重大虐待囡仔霸凌的教保机构人员提悬罚金上当60万，有超小等重大违规，罚款为3万提悬到30万，依法严格加重。家长并不是最关心价格，家长最关心的其实是托育跟幼儿照顾的品质的问题哦，甚至家长会迁就这个照顾的品质而决定换一家他孩子去送托。整个城市空间的规划，还有我们的交通政策，这等等，其实都是非常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其实目前没有看到政府在这个部分有一个适当的资源配置。社福团体认为，政府增加补助虽然真好，但面对原厝价是不是有育儿家庭买厝优惠，需要优惠的实际经济问题，是父母希望看到政府提出诚意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大肠癌，已经是连续14年拢是癌症发生率的第1名。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民众较无爱去病院，这癌症体检率也变低。去年的体检人数是平顶年减少15%。医生也要呼吁民众讲，这对抗疫情也是要有健康的生活，亲像是莫食伤甜，而且是45岁以上的民众也拢爱定期去做排泄物的检血检查。受疫情影响，民众较罕得去病院，癌症体检的比率也变低。国健署统计，对2021年1月份到2021年7月份，鳞癌、子宫喙癌、大肠癌甲喙腔癌体检率减1成。其中以14年来癌症发生率上高的大肠癌减上多，2021年比2020年减15%，减了194000人。非传染性疾病占我们10大死因大概有79%。共同危险因子包括4个，一个就是烟跟酒、不健康饮食跟不运动哈。那包括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的风险，33% 的这个罹癌跟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国健署表示，大肠癌发生甲死亡率有快速增加，而且少年化的趋势。爱食甜料、甲有糖的饮料、食食困眠无正常，参年岁食拢是病因。医生也指出，男性比女性得大肠癌的比率高1.5倍，呼吁若验出阳性，就要赶紧去做大肠镜检查。大便迄个内底有血吼，迄阳性的报告，你一定要紧做，因为你有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至30倍，提死伫大肠癌的机会可能会增加64%。国健署补助50岁到74岁民众每2年1届做血便检查，会当降低35%的大肠癌死亡率，呼吁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江建义最近发现讲，因的相片去互人摕去网络顶头做广告，卖一寡来路不明的医疗产品，而且佫写讲是和江建义技术合作的。江建义即马是赶紧背回，而且也报警察处理啊，也要提醒民众千万唔通互人骗去。网络广告顶管所卖产品看起来效果真神奇，其实这拢是假的。江建义最近发现，自去年11月开始，有人利用江建义的名义在网络顶管广告，对外讲参江建义有技术合作欺骗民众。去年以来大概每年个20件到30件，而且有增无减，不但数量增加，而且各位今天看到它的那个产品啊也增加，种类增加，而且从境外而来。
所以这种情况真的比较严重一点。打击不实广告，捍卫消费者权益。工业园出面警告不少厂商，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而且工业园主要是做研发技术，绝对不可能对市面上任何产品挂保证。我们工业主要是研发技术。技术如果成熟的话，我们都是技转或者是授权给厂商去制造。终极的产品，我们通常是不会去背书的。诈骗的广告了它的特征就是它的内容通常都很简单。因为它很简单，所以你看了以后，你可能很容易就不加思索，你就会消费了过去工业园研发技术摕过真侪国际大奖，嘛因为安尼，互人慕名。工业园强调对不法业者绝对袂宽容，提醒民众对网络广告爱查清楚，才袂受骗。记者刘君豪新潮报道。中华县伫去年底讲要合并升格升到第7都，不过这个愿望恐惊是无法度达成啊。根据着中华县政府的统计，讲到今年4月，中华县的总人口数是1252900多人，平今年1月是搁较少。若准逐个月拢减少1000多人，到今年5月就恐惊无资格升格啊。因为县长王惠美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是赶紧审查，伊会用措施甲民众留伫中华。中华县长王惠美当地无用听会看干部，暗过提起中华县当地争取成为第7都，可能因为人口数降低有变化。王惠美甲中央讲，如果10多年前那一波彰化升格的话，我想今天彰化的发展绝对不是只有这样而已。我们有权利的人，我们的中央都能够协助彰化，能够尽快来升格。王惠美要求中央加紧审议速度，暗过中华县人口持续减少是事实。根据中华县民政处的统计，今年2月，中华县的人口数是1252997人，比1月份减少1311人，其中迁出的比迁入的较侪，死亡的嘛比出事的较侪。人口若是安尼依照比例继续落去，今年5月就会突破125万人的升格条件，甚至后一届的县长接任了后，副县长敢来当设一个。因为外面的工作机会比较多，那我就住彰化，然后要工作的时候就搭一点去台中这样，那我觉得比较有机会这样。袂少中华民众是讲，台中比中华更较有工作机会，所以真侪人选去台中住。学者分析，台中市甲中华县地缘关系远近，佮加上交通发达，条件较好，较侪人爱住。中华产业主力也阁是伫农业，观光自助效应也阁有加强的空间，所以也无法度留少年的就业人口。升不升格，我觉得是一回事了。怎么让彰化县的特色展现出来？小而美也是个好事情哦。那大而不优，我想也不一定是很好。阮浩玲指出，就算完成升格，对财政无尽量的中华，也有可能造成负担。若做无法度升格，中华也是会当发展细航幼路的产业，甲台中变作中区发展的2大中心。不过，中华县是毋是升格这个问题，内政部是敢若表示，除了依照地制法办理，现阶段还阁伫询问地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伫今年成立全民防卫行动管署，因表示讲会出版全民国防手册，发予民众，提升民众对战争的应变能力。即马有民间的独立媒体参考军事专家意见，加外国的民防手册，要替台湾人打造一本民防手册，提升民众对战争的认识甲准备。满满一页的插图，紧急救难牌仔应该安怎准备，让部理知。这是一本台湾独立媒体参考军事专家甲国外民防手册，经过1年的准备所出版的民防手册《公民行动指南》，让大众平常时就会使知影战争发生的事应该安怎做，破除各种战争的迷思。大家会对战争的观念可能听伫演习嘛，也是讲听伫较以早。即摆战争的情形甲以早已经无相像啦，无人机这款物件。伊渐渐的伫战争内底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台湾一直伫拄着混合战这件代志。这本手册内底其实嘛有强调一个部分，就是尤其是假消息，你爱安怎分别。因为罗西亚参乌克兰的战事，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引起关注。国防部承诺会推出民防手册，发予民众，提升大众对战争的反应能力。目前当咧行政院审核，小重点认为，虽然民间版本的发行量无法度甲官方版本相比拼，但是内容是较有春秋空间。罗西亚的军队吼，伊可能会假做家己是乌克兰的军队，用画图的方式甲大家教讲，咱安怎做基本的
敌人甲咱家己军队的识别。阮伫内底就话讲，咱台湾的军队可能会生做啥物款，解放军伊可能会生啥物款，阮嘛有写伫内底啊。萧中天表示，民间也有真侪团体咧关心大众对战争的认识，按算会甲这团体合作，透过办活动、也有募资等方式，做伙送民防手册，提升大众对战争的认识甲准备。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1947年台北发生228事件了后，迄当时伫家己的头人，就伫3月初2天，为着这个捍卫主权，正式组成武装队伍反抗权威政府。为着要让在地少年人会当了解到家己3·2事件精神，家己市有独立册店选伫即天放送翻送中的纪录片。看到感动的所在，民众哪看哪七目屎。家己市伫3月初2暗时放送这出记录香港反送中的纪录片。75年前的台湾家己，3年前的香港，即摆 Ukraine， 大家拢共款，都是为着守护家己的文化、语言、生活、国家。因为我觉得他的议题记录的就是内容很特殊，然后想要来看一下。为着要让民众体会家己地区伫228事件迄当时发生3·2事件的背景，家己市的独立册店做伙合作，包场放电影，表达迄当阵人民对威权政府的反抗。了解到反送中运动这进程的228事件的3·2事件的情形哈。以前你们去年轻人要了解228，还是通过书本，那现在不用啊，看这个电影就看得很清楚。这场电影包场的活动吸引真侪少年朋友来参加，其中还有捌参加过反送中活动的香港学生。台湾的青少年，你们看见在这么距离台湾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曾经发生过这件事，你们更加要珍惜你们现在那个自由。明明是一样的年纪，但是在生活却是完全不同的生命的光景。我觉得让他们多了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主办单位表示，家己228发生的3·2事件，是家己人反抗威权政府的开始。希望透过这出纪录片，让大家知影威权政府的可怕甲自由的珍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8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